个每一年的3月底到清明这段时间，是这个纸板碟在清刷的季节。云林的哪内乡是这个纸板碟要清刷一定会经过的所在。为了要保护纸板碟，互因会当安全飞过高速公路，只要每1分钟出现超过250只的纸板碟，高速公路局就会马上来封路，把这个路径甲上外边的车道甲封起来，互这个车流减少，车速来降低，保护纸板碟来清刷。高速公路会使看到真个纸板碟伫飞，因要飞去北部国道3号哪来路段，这是纸板碟逐年拢会经过路段。已经落几啊天的雨啊，好天的时，这纸板碟赶紧要飞去北部。每分钟250只的时候，就开始进行国道外线车道的封闭。大量这个纸碟在当它穿越整个高速公路的时候，避免气流造成他们被车子去撞到。逐年的3月到清明的前后是纸板碟刷画季节，纸板碟生态保育协会直接伫云林县哪内乡的搭口的所在设置的观测站，只要每分钟纸板碟同时出现超过250只，高工局就会随封闭国道3号251公里到253公里外车道甲路径，减少车流甲车速。我在这边桥下种了一些蜜源，还有一些纸板碟可以看。伫哪内乡搭口这个路段，乡公所直接种真侪一中红顶顶的花，这是欣赏纸板碟上好的地点。超级多人！大人甲纸板碟咧走相约，囡仔看到这个画面，更较欢喜。哦，他超级兴奋的，来！高兴！你有看到蝴蝶和石头了。哪内乡公所要伫清明连假办哪内纸板碟会，咱乡亲会使到现场去收碟翕相，也毋过要提醒乡亲，千万唔通假掠。Hello， 大家好，我是品轩。想要跟我一起品味生活中的大小事吗？一定要赶快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按赞订阅，并且开启小铃铛哦。